特區政府貫徹精準輔助、政策傾斜、資源下層嘅方針，優化改善各項民生工作，加大民生福利支出，兜牢民生嘅底線，落實惠民措施，完善現金分享嘅計劃，調整發放嘅條件，並向符合資格嘅居民發放。向約165000名合資格職業稅納稅人退還2023年度已經繳納嘅職業稅款嘅60%，保障本澳居民優先就業，設立促進就業協調工作組，着力解決澳門居民，尤其係青年嘅就業問題，要求公共判級工程同埋服務優先聘用本地僱員。2025年1月至8月，累計協助7471人次成功獲聘，推出就業加培訓嘅專項計劃，切實保障衛星場僱員嘅權益，動態調控外僱嘅數量，完善勞動法律法規，加強職業培訓。